小雨，公浩，我画了一幅画像，送给你。公浩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做朋友吧。哦，小雨，小雨，不好意思，公浩，他们叫我了，我先过去了。哦，高富帅这个词，你虽然占了2/3，可中间那个词才是重点，好吗？哼。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明明就是从这个方向来的呀。我拉你上来，兔子。虽然你的封印已经解除，但你不能下山。你属于这里，永远只属于这里。离儿不甘心。你和他前世的孽缘，何须再续？难道你忘了，他前世是如何让你受伤的吗？世上本无极善之，也无极恶之，人都有善恶两面，只是各占多少不同。他前世伤害了离儿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今生离儿愿意用更多的爱去感化他，相信一定不会再重蹈覆辙。傻孩子，长不过执念，短不过善变。即使是1000年的执念，也敌不过善变的人心。人的心真的是太容易就变了。请母亲大人放离儿下山，是福是祸，离儿愿用生命去做赌注。好吧。你是人是妖？你才是妖呢！我当然是人，本人有名有姓，叫胡小离。还以为遇到个搭伙的人一起下山，谁知道遇到个神经病。哎，你等等，我说错了还不行吗？这我也迷路了，咱俩一块儿走吧。走吧。小雨，哎，小雨。公浩，谢谢你爱过我。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可是我想要的是你给不了的。希望你找到真爱，祝你幸福，小雨。来。哦。这是什么？给我戴戒指，给我戴戒指，快跟我求婚！这世界千年变化还真大，还好我下山之前吃了母亲给我的千变万化水，不然这些高科技我还不会用。小黎，我回来了。来啦！回来啦！来，怎么样？有人买我们的衣服吗？来，过来坐。
没事儿，我相信小浩一定能赚到大钱的。来，我给你做了全鸡宴。又吃鸡啊？那总不能一个星期每天都吃鸡啊？鸡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我今天有点累，就不吃了。你怎么啦？怎么了？看一下自创的 SR 品牌，看一下5折优惠 ，SR 品牌5折优惠。哎，你再跟小报一下啊！喂，快走！你干什么？快走！干什么了呀？小心点啊！辛苦大家了。小浩，我太开心了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。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华阳，哎，这个季度的营业额比上个季度怎么样？龚总，这一季度业绩同比上一季提高5%。我要再分10倍。是。对了，龚总，明晚的酒会，可能需要夫人一同前往。老公。我不是跟你说了，白天不要来公司的吗？我想着，妈妈和妹妹今天要来家里，所以先去找你的。对不起，小子，好歹我哥也是 SR 的老总，你出门前也应该稍微打扮一下吧。我今天在家里又做饭又打扫卫生的，我是怕时间来不及我才。哟，这么一说，还是我和我妈的错了。我可没那个意思啊。好了好了，都别说了。你嫂子要知道什么叫得体，也不会在家当主妇，让你哥养着她。我还不想当主妇。明天公司有个酒会，你要跟我一起出席。酒会？那我应该穿什么呀？还有，你说我应该说什么呀？明天我会早点下班，下班以后来家接你，带你出去打扮一番。哦。两位请进。没事吧你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走。你站这儿哪儿也别去，别乱说话，听到没有？我去谈点事情啊。别动。那这个事就这么说定了。好啊。哎，这不是龚夫人吗？哦，你好。这位夫人，请随意品尝。这什么呀？都臭了还拿上来，都起霉了。还有这个火腿都没熟就拿上来，再取坚果啊，坚果。这位夫人，这是来自法国的奶酪和意大利的火腿，就是这样吃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态度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这个暴脾气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继续忙吧。请随意品尝。不是叫你别乱说话吗？
没见识就别出来丢人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别乱说话，别乱走动，听到没？我知道了，我不会再让你难堪了。那最好。他怎么这么没见过世面？就是。怎么回事啊？就是，太不小心了。你看他那样子，就是。哎呀，糟了！怎么又是你？你上辈子抢了我的男人，这辈子又回来，你怎么阴魂不散呀你？大姐，你有被迫害妄想症吧？还是你喝多了？我压根就不认识你。姐姐，你跟我说清楚，你是不是又要来跟我抢他了？姐姐，我抢的男人多了，你又是谁的女朋友啊？我，小林，在里边吗？哎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让开！你不能走！你没事吧？那个疯女人，她打我！怎么回事？怎么能打人呢？我没有打他。衣服都破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先穿我的吧。谢谢。走，别给我丢人现眼。这个是我的名片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打电话给我。哎，淑妃怎么也来了现代？难道是她转世了？嫂子，你居然这么晚还睡在床上，我哥都快被你气死了。昨晚我哥抱着醉醺醺的你回来的，你头发衣服全都乱糟糟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我哥捡来的乞丐呢。让开让开龚总，衣服我已经拿去干洗熨好了。昨晚真的很感谢你。哎，应该我谢谢你才对，你没有责怪我妻子，我已经很感谢了。你说，她是你妻子？对啊。哦，那你忙吧，我不打扰了。哎，等等，现在也到3点了，我请你吃个饭吧，当做是赔罪。啊，好啊。那里味道很不错，是吗？龚总去哪了？龚太太，龚总到常去的那家餐厅用餐去了。哦。唐小姐，昨天真的不好意思。哎呦，龚总，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你就别再在意了。再说，我又不是那种喜欢斤斤计较的女人。那就好。
喂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哦，好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急事，我得先走了。哦，那你有没有开车？要不要我送你？不用了，咱们下次再约。好。喂，你让我给你打电话干什么？你懂什么呀？一顿饭怎么可能一次吃完呢？小浩，你怎么来了？小浩，对不起啊，我昨天晚上不应该喝那么多酒，更不应该让你出丑，对不起啊。算了，都过去了，道歉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。人每次犯了错误，都想着说对不起，可是道歉有什么用呢？只不过能让自己心里舒服一些，却还是堵不住别人的悠悠之口。那我昨天有没有什么变化？有啊。我怎么了我？变得更烦人了。那我一定会改的，小浩。你今天晚上回不回去？我做好多好吃的给你吃。你还有事吗？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就先回去吧。我这里还有其他事情要忙。那我走了。对了，啊，晚上我有个很重要的会议，就不回家吃饭了。哦。哎，你看过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正着急。唐总一直不批。唐总来了。啊！这些东西就是你们给我的今年公司的全年项目方案。如果公司今年都接这样的小活，你们一个个的都喝西北风去吧。哎呀，唐总监，其实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合作方案，但是不知道能否签约成功啊。哪个公司的 ？SR 国际。那可是我们高不可攀的国际大品牌。是啊，跟谁都没有信心能拿下来，更何况是全年的广告。You get out！ 唐总，我不是。滚出去！如果在座的各位还有谁和他的想法一样，都给我滚！现在我宣布，跟 SR 国际的合作方案，我要定了。老李，这次企划案我们务必要做好，千万不要发生像去年一样的事情，听到没有？哎，放心吧，龚总。好。小浩，你醒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对了，千万别告诉我妈，她有心脏病，我怕她接受不了。可是我……你不会已经告诉我妈了吧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那她现在在哪儿？她在楼上的病房。啊！你要说你什么好啊？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呢？我没事的，你还在打点滴，我这就去，放心好了，医生说没事的啊。你这个笨蛋，你是猪啊你，混蛋！总监，您能换一边脸打吗？行啊，你什么话？
这叫什么话？这个项目明明是你提出来的，你现在告诉我做不了，做不了是吧？做不了给我滚！其实人家一大清早就去 SR 蹲点了，可谁知道他们前台告诉我，他们老总出了车祸，他们也没有办法安排预约的时间。老板出车祸了？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乖啊，去吧去吧。喂，是工号吗？啊，上次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没吃完饭我就走了。今天想请你一起吃个饭，有空吗？什么？车祸？你住哪个医院啊？哦，好。还来不及了。其实我过2天就能出院了，还麻烦你来看我。你说这话就太客气了。我刚好啊，在医院附近谈一个项目，这个汤是我在附近一家很有名的汤品店买的。今天太忙了，来不及给你做，下次啊，让你尝一尝我的手艺。没事，你能有这份心，我就很满意了。看你这个样啊，我只能喂你喝了。啊，没事，不用，我自己应该可以。你就别客气了，一会儿啊，再碰到伤口就不好了。你要是实在觉得不好意思的话，就当你欠我一个人情了。来吧，来，慢点啊，小心烫。小心点啊！对不起啊。小浩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，饿坏了吧？你去我妈那儿了吧？我妈又对你怎么了？是我送饭晚了一点，妹妹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。难为你了，你就为了我忍一忍吧。哎，这个花真好看，谁送的？哦，一个朋友。是以前的朋友吗？我认识吗？你不认识，我也是最近才认识的。哦，以前的朋友现在都失去联系方式了，读书时候的同学现在也都在世界各地，想见一面真的很难。那你一定很想他们吧？哎，你给我弄什么好吃的了？哦，我给你炖了汤，来喝一口。老鼠尾巴呀，老鼠尾巴和青蛙炖汤，治疗骨伤最好了，我炖了好久呢。喂，老鼠尾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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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用的。来，哎呀，够了！不是，你要不喜欢，明天我换一种汤好了，反正我们家祖传秘方多得很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好了，这种决定了啊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妈，道歉有什么用？没长眼睛啊！行了行了，大妈，你才是大妈呢！你们全家都是大妈。哎呀，小浩生日快到了，我得好好策划一下。总监，据说 SR 老总已经出院并去了公司，可是最近几天都拒绝一切预约哦。总监，之前预计跟我们合作的几家与 SR 同规模的公司，今年的广告已经全部外包给我们的竞争对手了。散会吧。哎，对了啊，今天几号？今天是20号，距离您的生日还有182天，
至于是您的几岁生日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了。行啊，姐看好你啊，去吧。谢谢姐。请进。干嘛呢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上次不是答应你要煲汤给你喝吗？噔噔，今天我带来了。谢谢。哎，我来帮你。没关系。哎，糟了！哎呀，我的计划书。真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本来想帮你的，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拙了。不关你的事儿，我就是煲汤的时候把手烫了，所以没拿稳。这是你做的广告策划？对，是我自己做的。是关于服装品牌的？是啊，本来想给你送完汤就去找公司合作。还没找着合作对象啊？没有呢。那这样好了，我们公司今年的广告策划还没有包出去，要是你不介意，我们可以合作一把。哦。当然，这个全凭你自己的意愿。我们先不谈工作了，咱们还是先喝汤吧，一会儿该凉了。好，那给，谢谢。好了，这就是整个广告的创意理念以及具体的执行细则。真没想到，你工作起来比我还忘我。对方的缺点，但还是能够互相包容、互相尊重、互相帮助，成就对方的事业。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男人，他是不会因为自己的女人比自己优秀就感觉到压力的。哦，是。啊，你应该饿了吧？啊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有点饿了。要不咱们出去吃吧？啊，不用了，我刚才叫了外卖。啊？什么时候？嗯哼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生日快乐！没关系。伤得重不重？